梅菜巧妙客在談。Hello，大家好，我係子路。阿健，好，今日咧，來講故事啦。今下中秋節也差唔多就要到了。其實咧，就算到時啊 video 可能都會才真正嘅日上，係你才早嘅日上難啲啦。不過咧，先同你講啦，反正一童年咧，一個節日我講嘅故事嚟。佢大年都啲做唔落咧，就係同月亮有關係咯。然後咧，除月亮蛋糕可能啊，對萬年有嫦娥啦，有佢用嘅禮筆啊。兔仔啦，就係，你係你一假老就蛋糕斬數嘅咯。呀，然後咧就先講下到傳統版。嫦娥嘅啦咧，哇！嫦娥嘅故事就會夠厲害啲了。首先，佢嘅第八牽涉角色有后羿。故事係咁嘅。后羿佢係講佢係個英雄，在嘅傳統嘅版本裏邊做咩咧？首先，在當時，哇！就10日日頭照落來，哇！就你在耕田啊，種東西都種唔到，哇！日子難過咯，熱到半死。然後佢就企出來，用佢嘅弓曬其他叫咗太陽落來，然後過後佢喊同嘅背面嘅太陽講：你同埋日頭出來，俺不要再倒咗你，唔好出來影響我度。然後哇！你看佢當時人哇講啊，佢有個霸道霸氣出來，哇！所以自然呢，佢就搬各位人就推成一個領導人那種咯，做到王那種。然後咧，當時佢就知道，其實在社會裏邊唔單單就係個大英雄，一定要有啲人有權力咧，才會耕田啊、顧家庭埋嘅，角色就係個嫦娥。一個好有智慧嘅一個家庭嘅一個妹仔咁樣。但係後羿就看到佢嘅亮嘅部分，就同佢在一齊咁咯。然後咧，次元就安好了功夫嘅人，就一定有人嚟去拜師嘅冇。就看到後羿學佢嘅功夫。然後有一個家伙，喊咗捧蒙嘅人。其實讀音咧係讀捧即係所謂，相信大家不陌生嘅一個豬八戒，在佢變成豬八戒之前，佢有個天蓬元帥，蓬嘅事。個家伙啊，彭蒙係一個好鬧，係一個好狡猾嘅人。我想喺度抄下街嘅人。抄下街。抄下街。粗點子。係啦，因為後羿安樣為人服務，做得很好，王母娘娘就賜嘅佢一樣東西，就送嘅佢一樣東西。個就係長生丹係冇？長生不老藥。長生不老藥嚇，係長生不老藥係。因為你丹藥嘅真係就不能嚇。所以咧，在個過程裏邊，彭蒙知道到有個東西，就計劃嘅東西。在一日，後羿帶領佢嘅一班嘅師徒就連統統出去訓練埋，而啲個彭蒙咧就特地講：哎呀唔舒服，留在屋企。然後咧，嫦娥就知道到，這個家伙唔對路了，偏偏就係彭蒙就去請埋嫦娥，逼佢拿出啲藥去那位拿出來。逼佢拿出來喎，佢就好聰明，想辦法拖，但係冇辦法了，唔得本意啦，按所有人拿到那個藥，所以嫦娥直接食咗嗰個藥。食係乜？食嘅，因為通常嗰種嘅仙藥一定會帶領人成仙嘅。佢拜年做乜愛修行就係為嘅，愛得到嘅力量然後成仙。後羿都嘛要才跳，之所以王母娘娘喺間接中其實也係愛幫後羿成仙嘅，因為佢嘅公司安排。但係後羿呢咪講係唔得食人家藥，按中藥藥唔得食先。但係偏偏呢兩種事情，嫦娥為嘅唔會不能所以食，而自家就食嘅。有個力量就帶佢成仙嘅。成仙呢時候偏偏又係月亮嘅時候。月亮出來的時候，佢就飄回上去。當時後羿進來，知道佢嘅事情，佢冇乜用都追唔到個月亮，因為佢向前走3步，月亮就退3步，永遠都逃唔到了。像見下月亮嗰種都追唔到啊，有時跟下就走啊。所以就咁樣過後，
吃盐呢，所以年要水包嘛，迄东西，然后年比也多车嫦娥，迄种牺牲，所以天时一定会向佢拜拜，就造成了习惯咯。拜嫦娥呀。係啦，人家拜拜一定要嗰個東西接落嚟，就應該要嗰東西弄咯。嫦娥，嫦娥。呀，然後咧，講出其中嘅故事啦，而且係最，得講係最體現到年咧嘅美好價值嘅故事咯。但係次人哋係有好多唔同嘅故事，但係啊，咁我嘅版本已經係好唔錯了啦。然後就係講下啦角色。乜嘅角色？又係即係乜武功咧，斬書嘅年。哦，斬書誒，而咧嘅故事咧，多數都係環繞在而冇權力咧斬書嘅方面啦。所以咧，其實也係算咧，因為講看到嘅故事冇咁多版本啊，就主要就係勸後世人唔可以爛咯，做咩咧？而要為誒去拜師，然後佢個師傅本佢一隻任務就係愛去體現出自己好權力嘅一種修行嘅樣。然後其中一樣東西就係佢斬書嘅方面嘅時候咧，佢冇天時嚟做。哦，乜咪講咧？意思講，而家師傅為愛因為佢拜要人家講修仙嘛，梗係嘛。呀，也係用一種形式嚟修仙，咁其中一樣東西就係佢方面係啦，而冇做齊。係啊，所以咧，因為佢本身咧，最後是人才，而答應嗰個東西而冇做齊，然後咧就搬，然後因為要搬啲啦。玉皇大帝知道有嗰種嘅爛嘅人去修仙，就為而製造嗰種嘅例子唔再存在，所以佢就反而在月亮站一隻永遠沒有斷嘅樹。哦，嗰種來就一定做唔開嘅東西，就係希望人唔可以爛咯。權力做東西愛有始有終嗰種。警示誒故事嗰種咯，也就係講嘅武功嘅東西咯，所以其實武功嘅故事咧，有版本好多都係做唔開嘅其他東西當嘅，就係權力。權力咯，就係因為難斬書啊，師咯，你就斬嗰隻書係咪有斬唔斷咧係啦，你北面講嘅咧就係玉兔 rabbit 啦，白兔玉兔你睇咧故事就較容易啲，冇做埋咧，因為人家講動物愛通靈性嘅嘛。你通常人都希望講動物會為人着想咁樣嘅。哦，就好像那就照顧佢，可能有得意咯，有佢也會做那度嗰種啦。然後咧，個故事係咁樣嘅，有一個人，伊個好可憐嘅一個其實係一個冇應該講係有一個神仙為嚟考驗呢個動物做嘅東西，然後咧。在一大堆動物伫假扮，所以係講講，而在假扮成一隻可憐嘅老人啦，冇食東西好救了，但係在嘅地方又冇乜野果，入又唔得，然後吃咁難，因為都食唔落咪，就是呢就想辦法就食有動物啦嘛，你就加個故事，你要準備嘢，你要。知道到人係識熟嘅東西嘅嘛，係裏邊都會有通靈性嘅都啲嘅嘛，所以咧，呢個動物冇一隻真正嘅企出來，結果裏邊刺架點嘅火，刺架跳落去，你識係啊？有動物通通其實都唔知道個老人家係神仙落嚟靠嘅度嘅，但係裏邊選擇自我犧牲。乜個意思咧？明白。就是講個老人家。個故事咧，你愛明白嘅話咧，你知道釋迦牟尼佛嗎？而嗰擺而愛悟道之前，而貢獻嘅自家本狼式咧，你聽過嘅東西嗎？就差唔多同樣係咁嘅東西。當然，個狼唔係神扮嘅，係以前一個釋迦牟尼係好偉大到自家願意因為而犧牲咁樣。但係佢係其中個故事咁樣咯。所以咧，講個老人家冇東西好食。然後動物自家犧牲，佢食飽。有叫做我發現有可能有，嗰種班刀講嘅考試嘅嘛。班刀講嗰種好像有實為其他人來食，實為其他動物來食，就看萬年講有嗰隻犧牲嘅精神咯。係對，所以咧裏邊犧牲嘅自家就本來老人家食咁樣，然後咧，結果咧就安排嘅，嚟到其他裏邊咧。
在日光嗰位煮肉，就係一種本咗一隻任務嗰種咯，為神造肉嗰種咯。然後咧結合嘅300年嘅故事，嘅300時辰嘅故事，再見下影視劇作，就係通通買連續劇嗰種戲裏邊，又有反而延伸出一隻唔同嘅故事，做埋咧。首先嗱，相信大家不陌生咧，就係張衛健嘅連續劇啦，係冇？而咧哇神奇咯！啲啦啲背咧要牽涉到一隻版本，就係後羿，因為佢提到後羿本身唔係一個好嘅王，嫦娥為嘅唔得本啲啦王室啲啦肉，佢自家吞下，嫦娥佢就受人家使呢力拖人上去天空。你上去天空嘅時候，後羿亦煩惱了哈，你是還用直接用背一扎箭拉，因為太人家都知道連太陽都殺得到落來嘅，意思係講佢功力太點就殺到天庭去嘅，佢就殺。因為那麼嫦娥飄人上去嘅，那麼飄去嘅地方，然後佢哋兩個角色就出場啦。即係豬八戒係嘛？變豬八戒之前，佢喺天蓬元帥嘅時候，佢當時佢先入屋。然後佢嘅先屋係乜嘢嘅咧？吳剛。吳剛去嘅間屋本佢嘅，佢哋講係當時天庭一隻木匠。師傅。類似嗰種東西啦。然後那麼當時吳剛咧就係講嚇，天蓬元帥幫你放咗家私嗰種過程，然後那麼嗰隻嫦娥就飄到依個位嘅，伊個箭係追緊佢嘅咋。然後當時咧，個天蓬元帥佢突然間看到佢傻嘅時候咧，吳剛就跳入去抱人家嫦娥，撞一拳斬咩嗰隻弓箭係佢，哇！幾威風啊！當時英雄救美。係啦，英雄救美啦，哇！啲啦咧就其中2年就出現在嗰位了，然後過後經過一大堆事情，然後嘅室內去家去看啦，你冇乜用講都好，也畢竟在個故事裏邊神同神係唔得在一齊嘅，所以就係唔得在一齊，結果玉皇大帝也發現到了，就罰佢度。但嫦娥係神來咩？嫦娥就係唔係神，但係佢要受到個仙丹嚇，仙丹本原力，所以也變成仙了，呀。然後就搬法咯，佢哋。就搬法係法去廣寒宮。法去月亮，簡單啲講，廣寒宮就係月亮。然後咧，就發嫦娥去嗰位，到佢死為止都爭咗1歲嗰位，然後佢就發吳剛，你斬一棵樹。斬唔苗條嘅樹，來了解來斬嘅自家情根。哇！講得很好嘅故事。真的好嘅故事哦。然後外面有2個就討人樹在一齊去月亮了，去月亮了，上去了。咩韓國好咩？佢去過去200年。其實然後咧，呢隻故事咧真正最凄慘嘅咧就係豬八戒咯。吹過去。吹過去哇！一面搖搖鬱鬱講講嘅，看見嫦娥咧就含死不死。兔仔你冇冇？兔仔咧，然後咧就自家加落去就咯，就當時咧都一隻情侶在嗰度用一隻小寵物嗰種咯，然後就見到好多家庭咩弄一隻小寵物嗰種咧。咩韓國雪雪嗰種啊？係啦，所以講咧有時候也係幾唔錯，最重要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嗰種啊。所以咧故事就講晒了，就係咁樣啦。原來中秋節就係咁樣嘅故事。係啦。我今日講到嗰位啦。好，多謝各位。OK，拜拜。拜拜。